來看這個人這個漁船專魚6號今早起呢，經過日本沖縄灣這石垣島北邊265公里的海峽的時陣，率向來到火燒。船頂呢有7個船員，其中有6個是外籍船員，已經被附近的台灣漁船救起來了。那這船長的台灣船長呢，目前是下落不明。除了日本的海上保安廳有出動搜救以外，台灣的海巡署接到通報了後，也出動這桃園南安生暗時10點會到現場搜救。專魚6號慶祝烏恩和後邊遊船襲來了後，趕來救援的日本巡邏船用着水條噴向失火漁船，全力灌救。這隻家人籍漁船載負台籍船長的船長甲6個菲律賓籍船員，跳海逃生的6個外籍船員和附近台灣漁船專魚36救起來。台籍船長的船長是下落不明。北流目前位置在北緯26度59分，東經124度2分。現在有船哦，有船那個正北168跟前一36號在那邊繼續尋找那個船長。專魚6號12為北島漁港出海，透早經過日本沖縄灣石垣島北邊265公里海峽時陣，熊慶出大火。日本海上保安廳馬上出動巡邏船搜救。台灣的海巡署接到報案，馬上派桃園南，而且甲專魚36保持聯絡，整合搜救進度。船上6名外籍船員已由附近作業有船全嶼36號及時救起，均無大礙。相信船長失聯，海巡署於接獲通報後，立即啟動應變機制。全嶼6號屬於基隆市級的漁船，那是屬於國網漁船。我們很多的民生的經濟用魚為主啦，漁獲其實蠻多樣。企業處整合的資料，家人籍的專魚6號，檔位是98.83棟，是高網漁船，民國76年入水，主要是掠民生經濟魚仔。目前日本的巡邏船繼續在司法海峽擴大搜索範圍。咱的桃園南是安生暗時10點到事故現場投入搜救。記者綜合報道。